我係水務署嘅洪文健，我嘅工作係不分晝夜，負責監督同維修供水系統，全力為市民提供可靠同優質嘅供水服務。我點解加入水務署呢？就係因為喺2015年，當時我20歲啦，咁爸爸係水務署嘅一級監工，咁見我喺工作方面冇明確嘅方向啦，咁就提議我參加水務署開辦嘅學徒計劃，好好咁裝備自己，學習一技之長。咁透過呢個學徒計劃啦，咁我可以了解水務署每個部門嘅運作同埋職能，咁同埋有機會可以實習到水務方面嘅工作。咁喺逐漸累積到豐富工作經驗之後啦，我喺23年獲晉升為一級監工。咁一級監工主要負責監督承建商進行嘅鋪設喉管工程、更換老化喉管嘅工程，咁確保工程符合水務署嘅標準。我比較難忘嘅經驗係喺2025年嘅農曆新年期間啦，鰂魚涌一條直徑6寸嘅食水喉管出現滲漏嘅問題，咁導致商場嘅地庫一間酒樓天花出現滴水嘅情況啦，咁所以我就需要閂水掣維修。咁喺維修過程入邊啦，我哋遇到唔少嘅困難，例如喉管滲漏嘅位置深約2米，行人路地底又鋪滿唔同嘅公共事業嘅喉管或者電纜啦。咁當時又正值新春假期，唔少人都留喺屋企過節，咁用水需求就大啦。呢場搶修戰由年初3一直去到年初5先完啦。咁我哋就避開咗用水高峰期停水維修，雖然多咗維修嘅時間同埋多咗停水嘅次數，但就可以解決到市民嘅不便。完成搶修之後啦，我收到大廈法團主席嘅讚揚信，表揚我當時全程喺工地監督維修，盡心盡力。呢次我第一次收到讚揚信，對我自己工作多咗份肯定。我喺2015年認識文傑嘅，當時咧做緊水務署嘅訓練組，而文傑咧就喺嗰陣時加入水務署嘅學徒計劃。佢係一個好有禮貌嘅後生仔，亦都好好學，尤其咧想了解水務署嘅運作。除咗日常工作，我留意到就算文傑唔係負責緊急維修，佢都經常會同嗰組同事交流同埋偷師嘅。我期待咧更加多年輕人可以好似文傑咁樣加入公務員團隊，發揮所長，服務市民。除咗日常工作咧，我會喺公餘時間自發參與所屬分區嘅後勤搶修隊同埋後召維修工程監工。咁參加後召工程監工咧，係想趁我後生啦，增加我對水務實戰嘅經驗啦。透過唔同人嘅協調啦，可以增加我嘅溝通能力啦。試點有反應，鹹水喉啦。呢項工作嘅挑戰性就係因為我哋食水喉同埋鹹水喉嘅總長度超過8400公里啦，咁就我哋嘅水管網絡覆蓋十分之大同埋複雜啦。一旦出現水管滲漏或者爆裂嘅情況，我哋工程團隊咧就要盡快咁樣去修復水管。現場應該係條2寸鹹水喉漏喎，係可以閂得水啦。一般我哋都會盡量趕喺朝頭早6點之前完成啦。如果維修唔到，就會對市民嘅影響好大啦，所以我哋都會盡力喺6點之前完成啦。日頭去工作，夜晚要出嚟係好辛苦，但可以得到寶貴工作經驗啦。因為夜晚好多機會同唔同部門去協調同埋溝通啦，呢啲機會同埋經驗又係好寶貴嘅。呢個咪博轉。我對工作嘅熱情同埋投入都係嚟自我爸爸啦。細個好多時咁就爸爸都唔喺屋企陪我噶啦，大時大節啊，佢都要翻工啦。試過好幾次見到爸爸翻到屋企都即刻攰到喺梳化咁瞓着啦。咁佢呢種咁嘅盡職盡責嘅精神，咁都成為我個榜樣。佢喺濾水廠實習嗰段時期咧，其實我哋都經常交流經驗嘅。佢唔識嗰啲都係會問下我哋咁。佢問到嗰啲，我哋知道嘅實教翻佢嘅。濾水過程就係我爸爸嘅強項啦，可以傳授啲佢嘅水務經驗知識俾我。我梗係覺得好開心啦！佢咁後生得到呢個獎，起碼佢自己平時嘅努力啊，同埋佢工作嘅表現啊，都得到肯定啊，同埋欣賞啦，所以我好開心。我都希望佢將來超越我，更上一層樓啊！我可以喺10年之內升到1級監工，真係好多謝水務署嘅學徒計劃，令到我更加了解部門嘅運作，打好基本功。但係今次攞獎，最令到我感受到公務員只要用心咁服務市民，就會得到肯定同埋認同，推動我日後更加用心咁做好每一項嘅工作。